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接近顾西城了吗？谢谢你啊，小薇。跟我客气啥呀？加上我这些护理费够不够？还差1部分。我想了半天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找贺锦熙呀？怎么说你们也是同一个妈生的，于情于理也不能让一个人承担呀。我不想跟他开口。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你现在不是手头紧啊，找他借钱又不是其他事情，是为了你妈。你听我的，你必须得找他，你知道吗？